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有人足介意食盐水，有人是完全不爱食，因为盐水是去买菜，特别是买菜头的时阵就会送一百，这阵已经无啊。盐水是安怎变这么贵？这阵盐水毋那是会使淋伫菜头汤，也是淋甲排骨汤内底。盐水鸡卵糕嘛足死行的，盐水即阵变做会使食甜的啊！咱来看盐水伫台湾安怎种、安怎食。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是头一批受过新式教育，也是头一批有家己的职业，要求自由恋爱的一代人。这群人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，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，因看到228事件，嘛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威胁。因的一生毋那是拄到真济社会经济的动乱，因嘛着为读日本册、学日语，变做搁着学华语的一群人。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写16个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一世人的经过，因生活的年代。这本用汉字写的台语册有8万多字，册阁有加6点多钟的朗读。买册链仔就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，请大家做伙来交关台湾女性人物群像。陈明仁老师捌伫海洋台语文学教学季刊内底写一篇短短文章，文章的题目叫做有人无爱食高赞茶甲盐水。内底写一个囡仔庆明，伊要请同学来厝内食饭，伊甲伊的阿爸讲因同学无爱食的菜，毋过伊讲华语，所以伊的阿爸阿母就爱去解说本地菜的名伫台语是安怎讲。内底讲到的头一项就是香菜，台语叫做盐水。毋过我发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就是华语元水这个词类嘛真普遍，伫中国嘛有人甲叫做元水，只不过是较少听会到。伫台湾战后的华语报纸内底，头起先嘛写元水较侪。香菜这个讲法是比元水搁较慢才开始实行的。上早的时阵，报纸写盐水了，后面拢搁会写一般是讲香菜，因为盐水才是伊正式的名。到后来就变颠倒变啊！即阵若写着香菜，有时后面也会挂号写乌水，也是盐水。是安怎会变做安尼？这个过程佫是安怎发生的？这真趣味。一个名词的使用安怎为台语换做华语，也是什么款的台语用词伫华语政策内面也佫会当保存落来，佫去影响着华语。这个问题我是毋知影答案，毋过望有人会当说明，也是有人会当去研究。盐水毋是台湾本来就有的食物，伊的起源地是伫欧洲地中海遐。伫西元前2000年的时阵，就有人咧食。外国人食盐水的叶啊，毋过因食佫较侪是盐水的籽。圣经内底都有写着盐水籽，也佫特别写讲是甜甜的香味。即阵咱食的咖喱内底嘛有放盐水籽硬的粉，也是有当时规罐的胡椒粒仔内底嘛会淋一寡盐水的籽。伫足早进前，欧洲人就会摕盐水的籽来做酒。到呾比利时的一寡秘鲁也是酒内底拢有淋盐水籽。虽讲盐水什么时阵来到台湾已经无啥知啊，大家晓的大约是大清国的迄个时阵。毋过甲外国人无相共的是，咱主要是食叶啊。盐水的品种无侪，伫台湾主要有分大叶甲细叶。大叶的产量较好，细叶是较芳。
盐水伫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咧种，毋过即阵也是有6成是为彰化来的，因过是佫较侪。因过宝岛即个所在，伊的盐水就真出名。即马有豆豆刷去到别位咧种，像讲溪州、鼻头、宜林嘛有种盐水。种盐水爱注意的一项，就是一块地若种盐水一摆，就加2摆了，若要佫继续种，就发袂好啊。所以真侪种过盐水的地，就爱佫等3冬也是5冬以后，才佫会使继续种盐水。嘛因为安尼，所以种盐水的地甲所在会四界煞。有人讲，因为彰化的盐水种较侪，所以真出名的彰化点心甲料理，像肉丸、蚵仔面线、肉羹、挂包，拢总有掺盐水。盐水要安怎种？种盐水就爱点籽。盐水虽然细细丛啊，毋过籽袂细粒。盐水籽的外表圆圆，内底有足侪粒细粒的种子。盐水籽伊外面即个壳较硬，所以要种进前爱先甲愈互开，上好是先浸水才着去种。若是热天咧浸水的时阵，就爱放伫冰箱内底，因为盐水爱晒日头，毋过佫惊热。若是温度伤悬的时阵，盐水就较袂大丛。一般来讲，盐水若发到15公分，也是加20公分，就爱挽起来，安尼较幼，才袂伤刮去。毋过挽盐水是一个大工程，因为伊真细丛，所以就要用手挽，袂使用机械。这应该嘛是盐水愈来愈贵的一个原因。盐水挽落来了，就要先伫田林经过好，黄去的、长去的叶仔先摕掉，才佫运转来。刷落来爱洗、爱清，佫袂当拖伤久，爱赶紧送出去。因为盐水真惊烧，所以运送的时阵，拢得爱铺一寡冰，一层一层铺好，也佫爱有冷藏的设备，叶仔才袂真紧就变黄去。盐水甲韭菜相共，因为伊的味较重，所以虫是毋敢活，无啥需要下农药。听讲种过盐水的田，若摕来种白菜，也是别项的菜，就较袂着虫啊。嘛因为安尼，真侪人爱做种过盐水的农地来种植。有人捌讲盐水袂使生食，因为洗无清气，有虫会乱。其实这真罕得看，因为盐水的味，虫就毋敢活去，真少虫会甲卵放伫盐水顶面。盐水生食较惊的是农药无洗清气。也嘛有人讲，食伤侪盐水，皮肤会变乌去，因为盐水的感光度较悬，这是真正的。毋过咱人无啥可能食遐尼济的盐水，食甲皮肤有法度变甲乌。这款讲法就亲像食人参也是食木瓜，皮肤会变黄相共。要食甲迄个量是无遐尼简单的。种盐水上惊的是做风台，也是做大水。台湾是为1990年代开始，就有新闻讲菜变贵，含盐水拢变贵啊。到1990年代中期，政府就开始讲伊要开放进口盐水。刷落来也有新闻就讲泰国来的盐水有调农药，真可能因为人工贵，运送保存拢较麻烦，佮加上天气一直在变，所以台湾的盐水是直直起价。10外冬前起到1公斤500-600块的时阵，大家都无啥敢买啊。今年风台来的时，已经起到1000外块啊。盐水要安怎保存？盐水买回来，就要先抽水，用纸甲包起来，佮用塑胶袋绑好严。放伫冰箱会使放3天5天，也若浸伫水里，佮放入去冰箱3天换一摆水，就会当冰较久，差不多2-3礼拜。
若是洗好清气切切的，冷冻起来，就会当藏搁较久啊。即马做时行的盐水鸡卵糕有无共款的做法？盐水加汁淋入去鸡卵糕内底，也是盐水拍好打凝粉淋入去做鸡卵糕，拢是盐水鸡卵糕。盐水也阁会当做甜的香，嘛有往内所淋盐水，也是用盐水落去加果汁。全台湾即阵拢会当找到专门卖盐水料理、盐水点心的咖啡店。真少人会想到用过买菜就会加的盐水，即马会变遮尔稀罕，阁有专卖店。讲遮尔济，也是有真侪人完全无爱食盐水的，是安怎会安尼？科学家讲是因为基因的关系，就是有一款基因会影响到人闻到的气味，伊闻到的盐水就较歹味，所以因无法度接受食盐水。安尼听起来，爱食甲无爱食盐水，嘛有伊生理的因素，而且因为咱会甲食到甲闻到的味拢记起来，所以若头摆食到也是闻到盐水，就无好印象。这个记忆会继续影响一个人敢愿意去食盐水。上落尾来讲，号做盐水的字体，若是有咧写台语用电脑拍台语文的人，应该拢知影盐水这个字体。我完全毋知影因是安怎要甲这个字号做盐水。毋过这个字体会当甲汉字甲罗马字摆做伙，主要伊会当拍出台语的声调，而且这个字体是免费的，所以即阵已经有足侪软体内底拢有这个字体啊。足感谢开发这个字体的团体，互咱即阵拍台语写罗马字会搁较方便，汉罗蓝写嘛会摆甲较好看。盐水就先讲到这。顶礼拜我讲有听友买册送互嘉义县所有的图书馆，即马台北市嘛有啊。台北市立的图书馆嘛会有台湾女性人物群像。真感谢这位听友，应该讲是买奖才对，足感心。我嘛要感谢台中台基囡仔伴，因有开团购，一摆就买袂少本。也嘛有听友是买这本册要寄送去互别人的，就要过年啊！这本册真适合送互无台语基础的人，因为伊是全部汉字，而且有声档会当听。也阁有伫海外的听友嘛有咧问，若是住伫国外对这本册有兴趣的人，请写 email 互我。大家若是对节目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都有easy pay链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